年猪肉的销量会较大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是开记者会，呼吁社会要爱重视生产有机猪肉的流程。因批评讲，猪肉活体拍卖过程伤残忍咯，呼吁政府立法禁止活体拍卖的猪肉。过年要到啊，真侪民众会去到市场买猪肉，那个时间倒转去前一天，这个猪仔互人送去拍卖场划价时，卡只片会写号码，手上选定介意的猪仔，就准备送去抬掉。这个拍卖过程，互动物保护团体批评讲受过残忍，甚至佫有猪仔规个软脚，互人拖咧行。经过像走秀一样的，经过那一篮一篮的这个让大家来挑选啊。我们就算要吃猪肉，其实也不需要让猪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折磨折腾。根据统计，台湾达当交易740万只猪仔，其中有600万只是经过拍卖。动保团体表示，这寡猪仔互人掠去台进前，拢会经过4个程序。一开始是互人送去拍卖场，拍卖了后，再去就车运送再去抬掉。这段时间头尾有24点钟。动保团体希望通路厂商会当省掉拍卖程序，甲猪仔直接再去屠宰场抬掉就好啊。动保团体嘛，针对台湾的大卖场做一份调查，结果显示台湾的大卖场对生产有机猪肉过程无够重视。很遗憾的就是，我知道大家都想要一个更简单、更清楚的方式，可以去识别在包装上到底哪一些猪肉我可以买，哪一些猪肉没有虐待猪只。但是现在真的完全没有办法，因为不管是猪肉的厂商还是猪肉这个通路的企业，他们都对于活体拍卖这个东西还不够重视。动保团体表示，过年这卡刀爱拜拜爱围炉，猪肉销量真大，希望民众卖场会当共同来重视。因为目前真侪先进的国家，亲像欧洲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等，拢已经取消活体拍卖。动保团体希望农业部会当定政策，取消活体拍卖，减少猪仔运送拍卖痛苦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特别报道。